阿明，你越南那边有没有电视？电视哦，什么时代了？为什么要问这个呢？当然是有啦。那电脑呢？电脑，拜托哦，现在什么笔电啊，然后桌垫啊，还有苹果电脑，拜托都有，大家现在都有了啦。那你们参加交通有没有红绿灯啊？红绿灯，你没有听过越南会有一些转红绿灯的事情吗？那拜托，红绿灯我们当然是有。那你们那里有芭乐吗？这个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没有台湾大而已，当然是有。香蕉呢？香蕉哇，我们香蕉的没有台湾的那么长的，可是当然是有。你们那边会不会使用那个计算机啊？计算机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那我们的会计是怎么计算、怎么进行工作呢？当然是有啦。对，这一下就是以前我跟阿明啊，在之前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也是过了几年后，我们还是遇到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很多的台湾人在问我们这一些话题，甚至就是我们很熟的朋友也是会问。但是以下就是会有一些东西，台湾这里也有，可是越南那边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我是阿明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会分享给大家，会有一些东西台湾这里有，可是我们越南那边真的找不到，真的是没有。但是刚跟大家说，我们水果几乎都会有嘛。那我们也是一个出口水果啊，米、咖啡，对，就是热带水果的国家，所以大家这边没有榴莲，但是我们那边很多榴莲哦。影片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些对话，就是我们曾经被问过，被问的那些问题，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搞笑。实际上，台湾在用的东西，我们几乎都会有啦。但是我们来台湾这边也是蛮长的时间，但是发现有一些东西在越南真的没有。那首先，我觉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当时阿姨是在这边工作，然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阿姨就带我去阿姨照顾的阿公家住，然后我就跟阿姨说：“阿姨，怎么睡觉的时候没有关帐篷，就是防蚊子的？”然后阿姨说：“不用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门和大门也是，小窗户也是，这边都会装纱窗。”那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有印象，这个真的越南这是看不到这个东西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在我妈妈那边住嘛，然后一进来就看到，怎么门会有多了一层，然后那一层啊，他们随时都要关，因为我有时候可能是习惯嘛，在越南那边我们可能门口打开之后就随时进驻这样子。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习惯嘛，妈妈就一直提醒我是要把那个纱门要关起来，不然蚊子会跑进来。我才真的注意到说，原来台湾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。相信大家看我们的影片，会有一部分的朋友是目前住在越南那边，所以大家租房子，大家租公寓，应该也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吧？其实越南那边我们还没有习惯要用这个东西，然后新盖的公寓、新盖的大楼也还没有，真的是没有。所以我就跟晶晶说，之后我们要回越南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找办法装这个，对，因为真的觉得太好用了。那第二个是想提到是跟我们骑汽车、骑摩托车的朋友是一个很常看到的，就是汽车手套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是还没有骑摩托车嘛，可是我们每天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走在路上。那到冬天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会使用到这个东西，就是手套。具体来说是只有挂在汽车的手套，对，不是戴在手上的，对，就是挂在摩托车那边，它这样比较好形容。不然一般就是折式的，或是直接戴在手上，我们都会有啦，只是连在汽车的手套就是没有。我看到年轻人比较少嘛，少装那个东西，但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阿姨呀、阿伯啊，他们的汽车就常常有带这个。因为越南那边的冬天就很冷，然后我很想买这个东西回去给我爸跟我妈用，但是他们是说感觉就用不太习惯，又怕，因为如果手没有快伸出来的话，怕会跌倒啦，所以他们说那没关系，他们就还是带着就是传统的。那第三个就是在越南，我真的没有看过，台湾就是很正常，只
要大家一出门就看到，但是在越南你真的我怎么找都会找不到，你不会找到停车格跟障碍的停车格。我在说的停车格，这里是汽车的停车格，是摩托车的停车格啦。因为我们越南那边也有一般汽车的那个停车格，可是摩托车的话是真的是没有，因为我们那边习惯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的摩托车可以放在外面，越南的话你放在外面可能就不见了，一些就不见了，所以大家晚上的时候都会放在家里，然后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放在停车场类似的。可是停车格的话是真的是没有，然后障碍的停车格更没有。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啊，在公司他们都会有警卫帮忙看估车，然后会有停车场。那如果一般我们去吃东西或者是去买东西的话，每一家餐厅跟每一家店他们也是会有请一些警卫，然后在那边帮忙顾，所以我们不会有停车格，然后也是不会有被收费的停车费。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台北市有一些地方可能每次停的时候就20块嘛，越南是没有，可是我们会有一些可能他们自己做生意的，然后他们可能是会有几个人在那边帮忙顾车，那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就5000块或者是1万越盾就缴给他们，然后这样你就会放心多了。对，然后越南人很爱在路边吃路边摊的小吃啊，然后一些点心啊，然后我们吃的时候车就停在旁边，边吃边顾，有时候真的很好笑。那接下来就是提到一个台北市、新北市或者是可能其他的地方很特别的一种设计就是走廊。我们看到台北地区比较多嘛，我们在台北、新北就看到大多，因为之前刚来台湾呢一段时间，然后去打工，然后我去打工的时候，在走廊那边，老板有摆一些桌子出来，然后有警察来，马上就要收起来。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要收？因为这个是在前面，这不是你们家的吗？因为那个珠子都盖在外面了。他说不是这是政府规定，你一定要就是空下一个走廊，要让人行走路。我说是我们越南是不会这样子我们的走廊就是在外面，不是在里面的，真的是设计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自己都喜欢就是走在走廊，因为也不会淋雨，大太阳你也不会晒到太阳。现在因为工作，所以要骑摩托车比较多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走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是，有时候突然下雨，你可以直接在走廊那边躲雨。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。那最后一个，我真的是在越南找不到，然后我每年回去，我都会买了几个回越南，就是伸缩杆、窗户啊、窗帘那些要弄的。它会有很多种类，短的是这样大概50公分，然后1米嘛，然后再更长的也有。像我们家自己也都会在用啦，窗户啊、这门口啊什么都会在用。那在越南，我们家就是窗户啊，然后大门口那些，每一年都会买回去让家里自己换。我觉得那个非常的好用一个东西，在越南真的是会找不到。大家应该不会想象到我们越南就是台湾这边很普遍的这个东西，我怎么在越南不会有嘛？对，但是我们越南真的是没有小小的东西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但是只有在台湾这边才有，我们那边真的是没有。我们每次都很喜欢很爱买台湾的东西回越南那边用，台湾的东西又好用，然后价格一般来说是算是还蛮合理。那我们的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大家看完之后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看完之后记得帮我们按个 like，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帮我们按一个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